爱虽然很美妙，却不能为了寂寞又陷了泥沼。爱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宁可空白了手，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。谁愿意为了一份爱付出去多少？然后得到多少并不计较。当我想清楚的时候，我就算已经准备好放手去爱，海阔天高。爱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宁可空白了手，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。我相信在世界上，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。爱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宁可空白了手，